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客棧，哈哈客棧。今日我嚟大家談客家音樂。講到客家音樂，聽咗講客家山歌一種傳統民俗音樂。嚇，乜嘅傳統民俗？睇到有條 keyword，有啲人天天就會想到公八婆、娘古道，就想要轉台嘞。等一下，莫急莫慌啊！客家山歌可能會突破你的想象力，變成超能力。做對講係前衛中的前衛，前衛再前衛啊！追求也係流行音樂，差唔多係情歌共樣。山歌係一種民間嘅通俗藝術，運用代替係男女之間愛來愛去嘅小親親、小愛愛。一條客家山歌做對講係美亞滿天飛，左邊一個阿妹，一下又偏來一個山妹，上下又來一個老妹。韓國唱嘅方式，沒可直球對決，說打就打，說幹就幹，哪怕流血流汗，這個英雄好漢冇得講嘅啦。唱嘅當有名嘅客家山歌識版模，就會講阿哥阿妹從頭名都叫，名都不言面火雞渣，好害羞哦。按前邊嘅女友，其實會改變大家對傳統嘅印象。啊，童年崩壞啦！等一下，嗰邊一下莫激動哦，導演唔係所有人都按自己嘅表達自己嘅感情，上下會用對位言語或雙關語講出自己嘅心聲。唔過樣嘅，前來嘅部分，啲客家山歌地位係你將未當重要嘅 TV。唔過做乜嘅山歌，愛人做山歌，要做乜嘅山歌都係啲嘅情情愛愛咯。所以山歌冇聽錯係啲山下之間唱嘅，唔過條bài客家人大部分係啲山鄉，今日嘅歌位咪大部分係戶外，冇對山下之間來唱嘅。故所按做山歌咪當客嚟呀，那位客家人看冇可以嗰種男主外女主女嘅習慣，小妹咪會隨去做事，但係當初冇來到行隨便係做安尼，故所坐下變咗阿哥阿妹認識嘅聯誼線落演，大家要叫下做事嘅場合過後，一下唔到好看中意嘅，冇成咗叫嚟叫去，想盡方法講一下自家內心嘅小鹿蹦蹦跳，咪當客嚟嘅呀。特別時節咪冇唱一下要按到嘅五路發通，之後天然相好，唱歌哼哼調，來個正常的能量釋放。故所各種山南之間土唱對唱嘅情歌就隨現嚟。給山歌作為一種口唱文化，一切年輕師傅做歡喜都做得用青年司機直接衝出來，就可以一記74衝台司機打完收工。唔但將唱響動演，又叫強18跳，並且還粒粒分明很整齊啊，好工整啊！唱到山歌一種口跳，比如本客家人做對啲身體腔一言對唱，嗰種口跳貼嘅有氧高亢，節奏自然流暢，天上來改，而比較唱到隔壁身體腔去，嗰種難度係當過嘅哦。唔過客家音樂咩唔但唱山歌聽聽，也係流行音樂市場，客家音樂當然唔是缺席。從1970年代，香港樂壇開始用西方嘅口跳，創作出當到好辣辣嘅廣東歌曲。唔過偏偏嘅香港做的，客家音樂做唔得咯。故所客家流行音樂，就能慢慢地茁壯長大了。一條客家本色傳遍大嘅小巷，唔管談嘅是客家話，每個客家話冇錯了嘅客家本色嘅，同山歌台灣冇辦點錢嘅基本出所係瞧不起的阿斗啊！當到音樂人開始開天闢地，佢做客家流行音樂嘅無限可能。佢哋今年總統就在電影行表演叮叮叮的鈴聲響，唔錯，係一個鈴聲響。佢哋流行音樂就想要突破西洋樂器嘅邊界，改用樂器、白音鼓，他嘅也得有傳統樂器，使得本搖滾加傳統，蹦出新滋味。除了曲風老創作行嘅大膽嘗試以外，行業流行樂的內容方面唔單唱係我愛你，你愛我的情情愛愛，有行家都可以關注社會議題，老企業反擊為主，都帶可以相對文化優勢嘅少數族群，行家自然對其他優勢族群有行家都嘅同理心。今天講了講了呀，其實客家音樂一種藝術兩面。沒3P 2P 出的了解，大家製作的 TV，而是要咱們去挑挑看、選選看，走過路過，千萬不要忘了聽聽看，才能感受其中的曼妙以及奧秘喲。好的，都在客家嘅民俗傳統，還有乜個神奇嘅故事呢？客棧，哈哈，好點，喊100再樂高牛，拜拜。哇，原來客家的音樂這麼多元，我都不知道呢。是啊，你現在知道厲害了吧？可是客家音樂還是沒有什麼人在聽吧？什麼意思啊？誰說客家音樂沒有人在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羅文玉。是剛剛金曲獎的羅文玉耶。聲優妹。是的，我想講到客家音樂呢，在這幾年非常多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曲風都越來越多元。那所以呢，讓我們用有趣好玩的方式，把客家文化傳承下去。屯安的客家文化傳承下去。屯安的客家文化傳承下去。換我，把客家文化傳承下去。不是傳承下去，傳承下去，下去。好好學，不然下次把你換掉。